兄弟啊，求你互我创造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换心正直的心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，毋通对我伤害你善的心。求你互我有缘得到你救恩的快乐，想使我有自由的心来维持我。弟兄姊妹，咱即马参加来人圣诗184首，上帝请咱来，请起立。我是
体温电57天，就是约翰所谓15天。体温电57天，我是真的葡萄树。我的爸是种葡萄的，连伫我阁无结过这个枝，伊就甲伊种起来，有结过这个枝，伊就甲伊修剪。互伊结较侪果子。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楚啦。恁着甲我结连，我就甲恁结连。伊无连伫葡萄树，家己嘛袂结果子。恁若无甲我结连，嘛是安尼。我是葡萄树，恁是伊。甲我结连，我嘛甲伊结连的，会结真侪果子。我恁会当做甚物？人若无甲我结连，会亲像打起枝，互人迄出去外面。互人叫规堆迄落火烧。你若甲我结连，我的话伫恁内面。恁无论爱甚物，求就互恁实现。你若结真侪果子，真正做我的门徒。我的爸会因安尼得到荣光。咱三个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学到你，你是创造世界万物一切，而且你嘛掌管这一切。主啊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听阮，你无看阮的罪，提起耶稣基督来到阮身，就将肉体来到阮身边，为阮的罪定死的十字架顶。主啊，因为安尼，阮的罪会当得到赦免，互阮会当诚实无罪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伫主日的早时，阮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，阮为着家己软弱来祈祷。伫生活中有真侪互阮烦恼的代志，主啊，求你除去一切的重担，阮会当得到平安。过去的一礼拜中，阮若是做啥物得罪你的，求你赦免阮的罪。互阮会当一解来到你面前来悔改，恳求你的圣神甲阮同在，互阮当常常提醒阮来倒转来到你的面前，互阮伫生活中阮所行、阮所讲的，拢当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。因为你互别人看到阮的内面一种无共款的性命，我愿当欢喜来到教会听你的福音。主啊，这世界疫情已经超过2年，并过了真久的时间。虽然大家拢已经渐渐惯习即款生活，但是阮真正嘛是希望讲，会当无受到疫情来影响，来正常来过日子。所以，阮相信，虽然世界疫情战争，但是这个代志嘛是你的掌管内底。主啊，求你安慰伫遐受苦的人，伫这个时阵嘛求你看顾阮的身体甲心灵，互阮会当有健康的身体，会当常常甲你亲近，心灵得到平安。即马我嘛为着教会中每天兄弟姊妹来祈祷，恳求你来庇因，而且有你的平安在你同在。而这是恳求你安静阮的心，也是你所要讲的你。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
年团给用真活泼的歌声来歌颂。咱大家来读圣经，圣经伫诗篇第73篇第1节到第18节，73篇的全篇，我来读。上帝实在我款待以色列，我款待遐个心清洁人，总是遇到我的脚险险踏出，我的脚险险出落去。因为我看见歹人甲中庸的人平安，一时我就不平，因为因死的时无看见，因的气力有勇行，因无亲像别人无苦，嘛无亲像别人受灾祸，所以用骄傲做链仔挂伫因的颔骨，用暴虐做衣裳压因的身躯。因为身体肥，目睭就碰出，因所得到的赢过心所爱的，因机器人。照歹意思讲这人的话，因讲大话。因的嘴下大天，因的舌呼合传地，所以伊的百姓为我伫遮满杯的水饮到了。因讲上帝开口就知，至悬的敢会晓得吗？看，遮个就是歹人，因常常安逸，在保哪地天。我清气，我的心实在空空。我无做来洗手，也是空空，因为我同日拄着灾的，逐早起受责备。我若讲，我要安怎讲？这是用奸诈款待你的囝儿，我得上爱明白这个道理，看了实在为难。到我入上帝神的所在，详细受因的结局，你实在将因下伫骨骨的地，互因活入天伦的中间。因目面骨真做遐尼亲切，因互惊吓袂到了。人困精神，怎样看伊的梦？主啊，你的精神要安尼看见因的影像，因为我的心真酸，我的脏腑刺臭。我即款的无辜无知，伫你的面前亲像精仙一般。总是我常常甲你伫地，你牵我的正手。你要用你的驾驶引带我，后来要接待我入伫阳光。你以外，伫天里我有一锤；你以外，伫地里我无所停步。我的肉体，我的心肠消无，总是上帝是我的心肝甲气力，嘛是我的基业直到永远。离开你远远的，的确死无。原若放杀你行奸淫的，你拢袂无因。总是我就近上帝是做我的利益，我用主要我做我相遇的所在，通互我讲起你一切的所做。圣经读到这，咱即马来邀请杨牧师来讲道。咱先多谢青年团契吼，今仔日教我一条新的歌，这条歌毋捌唱过吼，听起来就是我看是野蛮遮男女酒迄种的旋律啦吼。然后迄种鼓来拍，可能更较好听吼。真特别的一首歌，上帝正手，就是这青年团契。恁敢知影啥物叫做着答？你歌词唱，即摆这台北囡仔吼，要讲台湾话真难吼。着答，你敢知影啥物叫着答？即摆叫辅导甲恁教者吼。着答啊，甲这较特别的台语吼，开始甲教会咧讲尔吼。多谢恁用台语歌来带领阮敬拜，咱做同心来祈祷。上帝，你的正手扶持阮，阮所经过的年日，拢记伫你的册内底。你是阮的创造者，阮的受造、奇妙、通行话。主，你甲阮安排伫即个时空下面，21世纪，住伫台湾即个舒适、安全、上帝所祝福的所在。阮的年日也咧经过真侪以前的世代人检测所毋捌经过的代志。疫情已经拖2-3年，改变阮整个的生活。总是也伫阮即个时代，才有可能。虽然无法度人甲人来接触，总是现代科技，互阮
伫即种受隔离的情形内底，游园会通将教会分散到逐个家庭的客厅。原知即时也真侪家庭的客厅诚做圣殿，甲阮做伙咧敬拜你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会通伫即个时代来做你的囝儿。阮伫即个所在所拄着的问题，也甲其他全世界逐所在拄着的问题有相款，也有无相款的所在。阮的国家有受到武力威胁，迄种会惊赢。主，阮恳求主你帮助，伫最近所即个天气的变化、全球气候的异常，也互阮提醒阮主这一年来，特别是科技发达了后，阮需要搁较做上帝你好的管家，将你交代阮管理即个美丽的宇宙地球，创造诚多搁较适合、搁较友善对大自然的环境。天气真热，阮特别为着高龄的也是养婴，特别即时台湾即个肺炎对养婴的威胁搁较大，求你互遮个为养婴家庭得到上帝你特别的保守。所以也恳求你照顾遐个需要伫大太阳底下、伫高温、伫恶劣的环境内底来趁食、来做工的人。阮也期待上帝你伫即个时阵临到伫阮的中间，你用环境、用阮所拄着的代志来测试、来试验阮，毋茫阮会通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，互上帝欢喜，互创造阮的主会通接纳。求你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我临时解这个题目叫做测试吼，因为我想咱大家拢有看新闻，伫偌久以前一个不知出名的电影明星，也是唱歌林志颖吼，伊开 Tesla 的车去弄伊迄分隔岛，所以到底大家咧问是 Tesla 的自动驾驶有问题，还是伊操控有问题？这个性命有问题。如果若是这个产品伊的自动驾驶会造成人命的损失，这个对于 Tesla 的商誉已经全世界袂遐尔侪人台，迄是真大的代志。所以咱知影，不管一个有声誉的有即个真注重企业形象的公司，因拢会真注重品管。我即个物件若要出来，我一定爱先经过各种的测试。咱大家拢捌经验过，你的手机落落涂骹，你惊一个我叫讲你毋知手机爱用无？落落去水内啦，也是安那。所以苹果听讲，当时要出即个手机的时阵，真侪遮人真挑拨伊甲即个手机摕到10楼、10几楼，甲等入去看觅，浸到水内看还佫有作用。所以一个产品要出来，咱拢会想各种有可能会拄着的情形，我都要先预做预防，做好，把即个产品用真好势。我想，毋是干那产品是安尼尔，实际上，咱最近咧举行演习，万安演习，也是讲即摆咧汉光演习，对国家伊必须要模拟各种紧急状况。如果迄个时阵发生即个代志，咱有能力通马上处理无？咱中间有真侪做伊伫伊以后即个服务的，忽然间大批的商贩来时，咱要安怎来分类？要安怎来分轻重缓急？要安怎来马上来应付即个需要？所以伫各种的演习，伫各种代志还未发生以前，咱就先模拟好势，想好势，也演练好势。时间到的时阵，我才知影安怎去应。我想，毋是干那国家安尼，人嘛安尼，关系嘛需要测试。有时咱伫家庭的各种的关系中间，夫妇的关系，伫各种的情形的内底，
可能会威胁到咱的关系。啊，譬如讲家庭拄着重大的变故，譬如讲囡仔甲咱，伊有伊的想法，总是父母对伊的期待。是嘛？你行即条路，伊要行即条路。伫迄种的情形内底，咱要安怎来调整咱彼此的关系，互伊搁较好势。所以可能你爱想足侪才会，如果万一发生的事，我要安怎沟通，啊，我要安怎来协调，啊，来处一个大家拢通接受的即个关系，啊，互伊个关系继续落去，袂抵到即个关系破裂。我知影咱最近拢为着佩洛西要来台湾，可能这嘛是一种测试。咧测试讲，啊，中国讲甲话讲甲遐满，啊，美国敢会退缩，啊，敢会加讲真正无着擦枪走火的情形，啊，到底中国的底线红线画伫倒位？咱台湾嘛是咧注意这个代志，所以各种的情形内底拢咧测试讲，到底你自我防卫能力到偌济？你真正对台湾海峡总讲是你的内涵的时阵，到底来挑战美国的时阵，你敢毋敢？所以有真侪即种的测试。我想对咱个人来讲，检测咱嘛都要面对人生中各种突发的状况，还是你必然会遇到的状况的时阵，你爱做拍算。咱年纪渐渐无大，咱的囝儿拢家己有咱的家庭。如果万一我真正无法度通接好我家己的事，我是毋是有想讲，我来带安养院，还是我要用各种的方法我会通小可拍算一下，我的经济有够通用无？等等遮，拢是咱需要去提升，有时爱去考虑看卖的代志。关系压力的测试。所以咧，到今仔主题是讲，咱若例如讲我是上帝囝儿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甲上帝关系，伫什么情形内底会受到挑战？一般来讲，如果咱家己活甲真好势，感觉我伫世间若受人尊重，我经济无问题，等等，你一帆风顺的时阵，你大概较袂去想着上帝，总是会去挑战咱甲上帝关系，去影响你甲上帝关系。大概简单来讲，我家己想几项，第一个就是咱台湾的民间，也是讲咱家己心灵深层，咱拢有一个期待。我是上帝你的囝儿，你爱对我有特别的款待，所以但话讲有拜有保庇嘛。我就是有保庇，我才要拜你嘛。我诚做上帝囝儿，我尊耶稣基督做主，当然就是希望上帝你对我较好一点啦。总是有时咱会感觉讲，是安怎我没有得到祝福，是安怎我安尼求遐久拢得袂到。安尼我敬拜你，我做基督徒，敢有甚物款的利益？我想咱有时拢会用即个较功利主义、高换式的。我若对你安尼，上帝你应该对我安那，我们都有这样的期待。上帝若无照我所期待对我安尼的时阵，有可能咱就感觉讲即个信仰我无爱。所以其实这定来伫咱的生活中，哈巴谷伊甲咱讲，其实信仰超越过外在环境的一种的影响吼。所以伊甲一种情形甲提出来，伊来个别对上帝的信仰来讲，虽然总是我要顾，虽然我敢若生活得很落魄，虽然有无像我种啥物就死，我拢袂通有休息，我生活真困苦，有条无样条无样，一贫如洗。上帝，我敬拜你，敬拜甲你，互我一贫如洗。哈巴谷讲，如果我要顾，虽然环境看起来我无得到上帝祝福，我依然要因为上帝来欢喜，
因为甲我的上帝、救我的上帝来快乐。即个也是另外一种，咱讲虽然我犹豫，即种的信心。咱知但以理甲伊的朋友的故事，伊才受掠去到巴比伦互掠靠伫遐的遮受掠的百姓。伫巴比伦帝国的影响下，巴比伦人崇拜偶像，因咧造神运动。有人甲尼布甲尼撒王建议讲：你做一个金像，逐工若时间到，敲钟也是有一个声音，全国百姓爱对你的金像来敬拜。我感觉这有点像北韩的，敢若北韩教就大家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所在来跪落来敬拜，来造神运动。若无要遵行王的命令，我们就用甲伊送落去火窟内底来甲伊烧死。总是遮犹太人因为达独伊真神的敬拜，因无爱插王即个命令，所以有人去甲尼布甲尼撒王讲，但你甲伊即几个朋友无照王的命令，言出必行。你的权威需要建立，所以掠即三个人，互恁选择，恁要死，要互烧死，还是恁对即个金偶像来敬拜？总是即三个朋友，但你咧尼布甲尼撒讲，事实上我毋免，因为我的答案已经真清楚。如果个人照你安尼来讲，我相信，阮服侍的上帝会救阮。来出即个死亡即个威胁严烈的火炉。王阮伊也要救阮脱离你的手。重要就是讲，若无安，若上帝无伫伸手来救我，也互阮烧死伫火炉内底，你就知，阮犹原只有唯一敬拜上帝，我绝对无带你的金像。用圣经讲叫做急祸不难。虽然我期待安尼，总是上帝互我拄着，毋是安尼。所以我犹原用即种的信心来活好上帝。所以这是互上帝诚做上帝迄种的顺服，毋是我做上帝，毋是我的意志凌驾神的旨意，毋是讲我一定上帝你若无叫我安尼，我就。无必要来敬拜你。有时咱第二个测试就是你感觉讲，上帝敢若把我遗忘，甲我袂记哩。我这样代志求遮久，我已经10年、10几年啊。贵斯丁的老母为着伊的认罪悔改，祈祷10几年，敢上帝你拢无插也无咧听，敢若是拢袂记哩啊。所以诗篇伊真加条件，即个诗人写诗篇，甲我讲主啊，求你精神，你困起来哦，无你是困起来哦，你爱起来，你是要永远气杀我嘛？你黄面无看，要到第时咧？你啥事袂记你的百姓，你所疼，也是疼你的囝儿伫遐咧受苦难、受压制，精神起来。我想，即种感觉互上帝气杀的经验，连主耶稣嘛捌经验过。咱看伫马太的即种十字架顶，伊伫迄个十字架顶的痛苦到一个程度，伊嘛发出即种的怨言。你啥事放离我？你啥事互我家己单独伫遮咧受即种的苦难？这本来毋是我应该受的。伊是一个无罪、体有罪的人伫十字架顶。敢都会遮尔艰苦？敢都会忍受遮尔多的侮辱甲痛苦？才会通完成你的救赎嘛？我的上帝，你啥事气杀我？感觉家己去互上帝所遗忘，这也诚做咱对上帝信心重大的考验。对保罗来讲嘛是安尼，咱拢知影保罗讲伊身体有一支刺，咱毋知影迄支刺到底没有很明确。这圣经学者讲，有人讲伊是有。癫痫啦吼，人讲忧型啦，有那种毛病。有人讲伊写讲，我
我写的批字拢足大字，可能伊的目睭有真大的问题，也无一定。所以伊3摆求上帝讲，你若互我身体搁较勇行，我是毋是会通做搁较侪工？求你互即个刺开我，互即个痛苦，互即个定甜我，互我搁通好好来生活，快乐来传福音的刺开我。总是上帝敢若互我一句话讲，我会稳定到哪里啊？保罗家己解释伊家己人生的经验，伊讲原来上帝是互我知影，一方面讲，这互我袂过头条哦。第二，伊互我知影，因为我是软弱的，因为我是痛苦的，因为我是一个家己无能力通承受即种的苦难的时阵，我的溃烂是伫人的软弱来正，也因为即支刺，逼我搁较会去挖靠上帝，毋是挖靠家己的能力。所以讲，我较会夸口我即马即支刺，即变做我的夸口。上帝无医治我，总是我今日也是活甲真喜乐，也甲会通完全来信靠伊，因为伫遮个软弱环境，基督的溃烂变伫我。所以我后来咧读罗马书8章35节到37节的时，保罗随上伊就可能用伊家己人生的经验，伊家己自问自答。伊讲上帝疼我，为着我牺牲，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，即种的疼遐尔大。为什么物件人生的正义会甲我甲上帝关系甲伊切断？之最要隔断我甲基督迄个疼，我甲上帝关系，我敢会因为患难，我敢会因为困苦，我敢会因为传福音互人困着，我敢会因为真善车，汤摕无啥人穿，也是危险，甚至我会面对顺道、殉道迄种的死亡来到，我就甲上帝关系撇清，无插伊。是啦，亲像记载所讲，上帝甲我摆伫迄种安尼，敢若要受杀的样，为着上帝的缘故，所以遮个患难、困苦、夭落、困着，遮甚至连性命受到威胁的时阵，拢无法度隔断我甲上帝关系，我对基督的疼。反倒伫遮个拢总的事，我要对领受上帝的恩典甲开来得胜到存。即个是有时咱的测试，是对上帝信心的失落，甲拄着遮个患难、困苦、夭落、散车等等的影响，咱甲上帝关系。最后我感觉，最后要讲就是，会互咱怀疑上帝的公义，这也诚做咱信心一个真大的挑战。因为咱活伫一个虽然是一个法治的社会，总是法律的公义无法度通满足咱的需要。咱有时感觉讲，这台湾的法律咱也真奇怪，迄个歪几百万、几千万的，法官家判3个月，佫犯事。迄个安尼咧扣2纸的，共扣一个无价值35块，安尼判伊6个月判伊。即个公义伫什么所在？用表来讲，我伫侪爬伫城内海穿受伤的人心非常的悲哀。所以上帝你敢无要介入？你的公义伫什么所在？你无要监察迄个国旗嘛？头先咱讲，伊是迄种，不管我会证明什么款，我拢要挖靠上。当时你若对第一章开始来读起，伊实际上对上帝嘛真不满的，因为即个先知看见社会不公义，伊讲我后叫你无要听，是要到什么时阵啊？我因为看见世间强暴遮尔多，你无要拯救，你啥事互我看见罪哦，互我看见刑罚的事，你敢若定定咧看拢无要介入。来，互即个公平互受冤屈的人得到公平，非礼甲强暴伫我的面前，我定看3尖3拍拢发起，因为安尼律法放松，无行公平。我看见歹人围困义人，审判无正直，
咱定定即摆咧讲司法改革，咱定咧讲迄司法的天平是真平的，目睭圆起来，即个才会判，总是就是审判官嘛是人，嘛是有伊的有限，所以社会无公平，有时咱看伫心内。咱看见为虾米遮歹人嚣张得志，遮义人咧受苦？为虾米上帝容忍遮歹人伊心内计谋的遮恶毒的诡计，会通得到正，互遐无辜的人受害？为虾米今仔日咱讲普丁安尼，为着俄罗斯的用光去侵略其他的国家，遮独裁者不可一世？为什么希特勒咧执行种族灭绝的时阵，上帝你的选民，你的百姓600万人白白死伫毒气室内底，你定定无讲话，这到底是世间公平，抑搁伫什么所在？我想遮个疑问一直拢咧测试，因为咱看无公平，咱看袂做，咱心艰苦。诗篇73篇就是诗人对上帝即种的质问。亚萨的诗即摆台语毋知影甲翻做西山可能工人若是翻译音无共。你若读诗篇750篇内底，讲亚萨的诗拢总有12篇，一系列拢是亚萨所作，有11篇是收伫73到88，另外有一首诗篇50篇。写讲是亚萨的诗，亚萨什么人？亚萨是一个宪法队的负责人。你看历代志上25章第1节讲，大地甲遮个军长甲遮个执政团队，伊国家统一了，因感觉圣殿的敬拜对耶和华的即个敬拜，咱需要有专业的人来负责，互伊更较做得更完善。所以对亚萨、希曼甲亚杜顿即三个子孙的中间，人讲我即个任务交互恁，恁就是做弹琴、弹瑟，也是拉歌，做唱歌的，即个责任就交代互恁。所以这亚萨就是代表人民的乐师。即三个其实你若甲看因有分工伫台北的时代，亚萨是做事的人。所以咱今仔日咧读的即个圣经文是即个亚萨做，咱知诗篇当时拢会常常唱，亚杜顿伊是一个，甲即个歌词甲伊配旋律，即亚杜顿也是做过圣歌队队长的，希曼也是可拉的好意嘛是拢咧做教育，遮拢是利未人，所以你看者亚萨。伫台北共时代，所以你若看历代上版16章的时阵，当时圣殿还未起好，总是耶路撒冷的迄个约柜抢倒转来要搬入耶路撒冷的时阵，即个亚萨甲伊的遐个学师，敢若一个马曲面共款，一个军乐队共款，伫迄个所在奏乐互安尼一个游行的队伍，甲即个约柜，甲伊送入伫。迄个耶路撒冷的会幕内底，所以亚萨伫台北的时代是做这方面的工作，伊的子孙也继续来做这个工作。经过500年了后，才会受掠的百姓为巴比伦倒转来，有记载讲当时亚萨的后裔有128个。所以所罗巴伯为受掠倒转来了，伊开始强调讲，咱圣殿来开始来起，咧立军旗的时阵，亚萨的子孙伫遐来分鼓吹啦、唱歌啦，来学到耶和华。所以这个家族是规个受分别出，对大家的时代到后来，拢是咧做用圣乐来服侍上帝啦。伫咱教会内底，也是讲伫咱。因为教会历史嘛有真侪即种的家族，用音乐的文书，因来用因的文书来服侍上帝。咱来看这12篇亚萨系列的诗，咱来看即个做事的人伊关心什么代志。我小可甲整理出来，即个主题事实上毋是
毋是歌词，这个主题是编辑圣经的人，伊读这篇诗了，感觉讲，即个是一个主题，所以我甲放到圣经啊诗篇73篇的头前，我下一个标题，这是后来的人下的标题啊。当然有的我无讲真赞成，迄个标题下的对不对？总是咱会通对这个主题来看。73篇伊咧讲上帝的公正，你若看圣经有写主题就是上帝的公正，我打一个问号。虽然我感觉亚萨是咧问上帝你敢有公正吼？74求主啊，求上帝解救伊的国家。有一寡诗后壁写讲是亚萨的训诲诗，训诲就是咧甲你教示、甲你教导的意思吼。啊，75首是上帝是心化者，所以伊做诗歌啊，伊交灵长啊，用什么调伊也甲指定，你着用即个调叫做逍遥毁坏。咱今仔日当然拢毋知即个歌是要安怎唱，迄个调像啊，你用望春风的调来唱啥物即种意思。啊，上帝是得胜者啊，你着爱用诗篇来演奏啊，遇难时要得安慰。亚萨作诗，耶杜顿来做曲啊，来演奏。上帝甲伊的百姓，求上帝救伊的国家，复兴伊的国家啊，献给的诗啊，你用加特的乐器，按在什么款？当时遮咱今仔拢毋知。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啊，为着会通拍败国家的对敌，所以亚萨的诗歌不一定是代表时代，有可能伊后来子孙用亚萨的诗来做名称。第50章诗篇外章是讲真实的敬拜。咱甲主要伊关心的主题有的是上帝本质，伊是审判者，伊是得胜者，伊是最高的主宰。有讲到上帝甲伊百姓的关系，上帝敢有公正？是安那我来面对上帝公正的来接受，看看咱讲到这。拄着患难时的安慰，圣洁的心，真实的敬拜，伊也将伊国家的安全放伫伊的祈祷、伊的诗内底。信心的测试甲挑战，我看一寡圣经的主教的册啊，第一章，上帝实在好款待以色列，好款待遐个心清气的人。那我个人读这个圣经，我感觉伊咧讽刺上帝。伊咧讽刺上帝，我原来相信上帝你是好款待以色列人，我相信上帝你对遐心清气的人会特别的注意跟照顾。总是轮到我，今仔日我的骹险踏出去，我的骹险出落去，我已经无遐把握啊！我要诚实的告别，我永远失去对上帝你的信心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看见歹人甲骄傲的人嫌恶。心内真不平，遐个人，上帝你安尼甲祝福，你安尼互因安尼好食好困好死。我逐工咧拄着患难，我逐早起咧受责备，毋知是毋是亚萨有啥物破病，逐工困醒的时阵，伊就感觉讲，上帝你是咧，互我遭受遮侪痛苦，敢若上帝你咧责备我共钱，你安尼甲有公平？你安尼甲有公平？咱来看伊咧讲的即个描写，虽上也不知处理，伊用做伊观察到的啊，来对上帝 complain。遮个歹人死的时阵，无袂听袂迄落，甲伊死的时阵吼，寿终正寝，气力勇行。遮个人用奸鬼来接住财宝，无像别人落苦。啊，上帝你无拄着灾祸，所以难怪因定来真骄傲，用骄傲做人啊发言的红棍，对人真暴力，做因的衣裳来掠因的衫。哦，伊敢若毋是敢若看遮个人，啊看伊的形状也很不爽啊。遮个人食到肥肥肥安，目睭就捧出来，哦，描写这看可能亚萨咧写诗的时阵，伊可能有一个某人的款。我看迄个身体安尼，肥啊，目睭拢捧出来。因所得到也过因所爱，因家己都无想讲，我上帝来甲遮尔祝福，我做歹做甲遮多，
赢过我心所，所以机器人他们看不清，看近达人，讲用歹意思讲压制人的话，有钱人讲话就是大声。那少年人讲有钱就是任性的吼，佢就讲大话，毋若安尼对上帝完全无敬畏，因的嘴舌毒天，因的指甲讲我话水会简单。奇怪咧，佮真侪百姓规划伫遐，佮吸引真侪人也来规划伫遮会歹呢，满背最敏感。因甲安尼讲。主要是讲，上帝哪有可能太讨会知？我横行霸道，我无受到现世报，至关的哪会知影？没有上帝，你我靠我家己的本事，靠我家己的即个干巧来得到遮。耶稣讲看遮就是歹人。上帝啊，遮个人常常安逸在本那地天。遮个人春风得意，上帝哪会知？至关的不晓得，所以伊心内随上是感觉讲无上帝。写到遮伊是咧问上帝，你敢不知乎？因咧踢笑你，然后伊看到家己的情形，伊讲啊，我千计心肝是来空的。我谨言慎行，行得罪上帝，实在无彩工。我敬畏你，我听你，你互我通面拄着知的。我逐早起来，敢若受你责备、受你责罚共款。所以真大胆讲，我若讲，我也要安尼大胆对上帝讲，你是用奸诈咧款待你的囝女。你无照你应该有的公义。诚心的人、敬畏的人，我祝福你较侪。啊，遐亵渎我的，我马上互伊遭受到即种的现世报。我实在真爱想明白，到底即个道理到底是啥款？看了实在为难。恶人被祝福，神的百姓凄惨两片。上帝，你用奸诈的鬼款待你的囝儿，我无法度了解你。伊家己咧描写伊的心，我的心真酸，我的心真酸，没有办法平复。我会总负气场。是啦，我知影我是无辜无知啦。你甲我看做亲像精神一样，没有关系。我实在是无法度了解你。现代中文的小顶来讲，我对这个代志本来就心怀不平。我的情感受到这个看见的罪恶的情形受到伤害。我像野兽一样，无法度了解所谓上帝你的道路悬过阮的道路，上帝你的旨意行过我无法度了解你。我袂当了解你安那咧念你，咧互即个世界运转。伊的转折到底17章。17章讲，到我进入上帝性的所在，我要寻求答案。然后我伫迄个所在想，详细想伊的结局。上帝你实在是甲伊放伫骨骨的地。有一天伊活伫沉沦的中间，万年久诚做真青青，因会互惊兄灭到。是啦，因为即个世间敢若做梦共款，春风得意。总是人困精神的时阵，上帝你安怎来款待因？一入圣殿的时，也是最近我一直咧想的，就是伫信仰上，咱时常需要超越咱目前的时代甲迄个空间。咱是有限的，咱的有限，互咱限制咱的视线，咱敢若看即段尔。所以上帝是永恒的。即个结局，即马你讲伊都断去啊，已经死啊，还没有结束。因的结局还未，我相信这绝对毋是歹人最后结局。因即马伫即个世间用即种态度咧生活，是行伫迄个骨骨的地。
伊是家己会将来啊，放伫一个危险的所在。到有一天精神的时阵，迄个结局才会显现出来。所以，诗人讲帮助我，互我会通无因为世间的无公平、歹人的得意，抵到我离开你，煞去欣赏遐个歹人。你牵我的正手，你用你的教师引带我，然后到将来接纳我伫你的眼光。我咧准备这个讲道时，想着耶稣捌讲一个譬如，毋是譬如故事，伊讲列撒罗甲迄个善人乞食的故事。迄个好野人无讲伊做啥物歹，总是伫世间是遮尔啊享受荣华富贵。迄个乞食列撒罗也无做啥物代志，反正也无啥，总是那个不是，伊伫世间毋是最后的结局，是当另外一个新的天、新的地时，迄个情形完全的翻转过来。所以这个诗人也伫遐讲。所以，虽然我心内真酸，虽然我完全也无法明白，总是求你，互我用谦卑的心，用搁较悬的角度来看，最后无共款的结局。最后的结局是啥物？保罗写予腓立比书，保罗一生嘛是亲像即个诗人共款，足侪患难，足侪艰苦。啊，伊嘛看见讲，啊，遐个无敬畏上帝的人，因安尼遐尔请呀，遐尔光彩。伊甲腓立比教会的兄弟姊妹甲因鼓励讲，你莫看伊即马真得意，因的结局是沉沦。因所敬拜的上帝是因家己的腹肚，是名声地位，因的荣光将来要成做因的见效，因为因敢若地上的事，总是我们要超越看事情，咱是天顶国的。也五望拯救的对遐来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今仔日我伫地上做乞食，伫迄个永远的国度，上帝用伊的荣光，用伊的权能来拔落我的身躯，互伊荣光的身躯相反。所以伊教会家己来重新调整伊人生的幅度。伊甲上帝讲上帝啊，我伫天里我有啥物人通挖过？将来这个世间过去的时阵，我也开人挖靠水。这歹人，因将来有人通挖靠无？伫地里我无所羡慕。虽然遐个人是目前真得意，怎我无羡慕迄种的生活？我的肉体，有时我的心肠会为着这个代志艰苦消磨。总是上帝求你成做我心肝的快乐，成做我的力量，因为你是我的基业。因为我咧看的是永远，所以诗人亚萨伊伫迄个所在讲伫地上，我若无欣赏上帝，无我敢要欣赏遐个做歹的人，共款伫迄个骨骨的地，有一天伫沉沦中间嘛。伫天顶我若无去期待迄个阳光的愿望，如果我若无伫天顶看到神的公义，讨回我认为应该有的有的迄个光景，我今仔日看遐个歹人一生荣华富贵，无边无疼来寿终正寝，我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你以外我无所羡慕。所以永咱定咧讲，不是下唔对啦吼，不是不报啦，时候未到啦吼，不是不报。所以伫27、28伊做一个结论：离开你远的，的确死无。既然放杀你行奸淫的，你拢要灭无。总是我要就近上帝做我的利益，伫即个世间也伫将来，我用主耶稣化做我闪避的所在，通互我讲起你一切的所做。诗人进入圣殿，今仔日咱伫遮做礼拜，通过亚萨的诗，望咱用更较悬的角度来看世间，有真侪你明仔载报纸显开，你检查抑阁非常的不平。看这个世间是无公义、无公平的事，总是这无影响我对上帝的信心。伊是公义的上帝，定心将咱的目睭放在永恒，放在上帝的公义的观点。所以73章240到260是他的
一个祈祷。上帝求你，互我常常甲你相合伫咧。求你牵我的正手，经过人生的道路，用你的教示来指示我，用你的阳光来吸引我，互我甲你相同行。咱用这个圣经的金句来做咱今仔日会记伫咱心内，调整咱生命的方向的帮助，做伙来读。你以外，伫天里我有志水；你以外，伫地里我无所羡慕。我的肉体，我的心肠消磨，总是上帝是我心肝的快乐，也是我的基业，直到永远。诗篇73、250、伫天里，伫地里，除你以外，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，通过亚萨，甲阮共款，看见即个世间的艰苦事，有时会委婉到失志。总是恳求上帝，互阮亲像诗人，用更较悬的眼光，超越现实，互阮失望的即种境况，看见我认为结局的检采，也毋是结局。有一天，伫上帝你永远的国度，阮会通领受迄个阳光，也看见上帝你公义的审判，也做歹的，伫主你的面前徛袂牢。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亲像树栽伫溪边，互阮照时结果子。除你以外，阮确实无其他通倚靠。祈祷靠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即摆咱来唱回应诗，圣诗385首，人生风波扰动无停。咱起。
请起立。请坐。今晚我来报告。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今日的礼拜。礼拜后会当请大家留落来互相交易请安。第二点，今日阮特别为着教会内的子弟的奖学金来募款，来鼓励咱教会的少年人，多谢大家的参与。第三，后礼拜第一场礼拜。照常举行，但是第二场礼拜有圣歌队、基督团契、青少年团契的联合诗班来庆祝父亲节。教会嘛有准备礼物要送予各位爸爸祝因爸爸节快乐。就是教会70周年的特刊的编辑是赖玲玲执事。后礼拜日第二场礼拜了后12点要召开会议，请有参与的组员。乐意参加。第五，8月28有安排圣礼典，若有兄弟要受洗礼的，请量早互牧师知影，而且佫需要上4届的课程。另外，教界消息第2点北中上义部伫8月5号礼拜5的上午9点半，伫邦家教会举行要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，有邀请叶宏仪执事演讲。那已经报名的会友请会记哩去参加。另外，北中妇女东区的联谊会伫8月6号礼拜六下晡1点半伫本会举行，有本堂的妇女团契的献诗，佮有表演，请姊妹当多多来参加。好，报告到这。拄敢有要补充？足欢喜有看到真侪吼，足久无看到。安雅姐啦吼，即寡长辈疫情的关系，几啊个月无看到吼，足欢喜看见大家做伙来礼拜。我遮无其他的资料，毋过我先介绍一位好朋友吼，也是我伫美国的时阵做我足好的同工吼。伊叫做陈雨欣吼，陈老师啦吼，英语名叫 Tina，你徛起来，互阮甲你欢迎一下好无 ？Tina。伊当时伫 USC 南加大咧读研究所的时阵，伫教会帮助阮非常的大。即摆伊也倒来伫台湾，真欢喜伊甲阮做礼拜。毋知我需要特别介绍的人无？爱我特别迄落无？因为我无资料吼，毋茫我若无甲你迄落，请你等一下留下，咱做伙来开讲吼。多谢。咱即摆来唱上用的诗，圣诗386首，天的万邦万美，请起立。天的万邦万国万民，天外兄弟并驾先行，哦，路上为你的兄弟。受上帝祝，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安慰医治祝福，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地对这世教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
即个我想到一个代志吼，后礼拜是父亲节吼，有人咧问讲，敢会通去台电新停车场吼？因为咱后礼拜原来是2场礼拜，所以咱还未甲迄个台电迄个停车场甲伊申请。阮想讲8月28迄个8月28，咱要开一届好会吼，咧鼓励大家尽量来。所以咱8月28迄礼拜，咱会甲台电的停车场甲伊要求，互咱停车，互咱方便咱参加好会。因为咱教会要通过，是毋是大家同意？办公室迄边参加春晖大厦的都更，我们会继续互咱知影即个案。所以8月28加1场礼拜，咱要到迄天才会通停车。所以后礼拜我若袂当到台电。